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25日这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来关心5日这休假头一日自透早高速公路路南就咧塌，往花莲的苏花公路山区改善道路车嘛同款真恶走。因为一个对台湾倒转去日本的学生验出染着武汉肺炎，当医师嘛提醒民众，还是要较注重卫生。台电公司讲，台中发电厂乡土团发电机要搁开落去放，不过罗秀燕市长讲，若开始运转就要发。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搁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去中美洲迄边做头路60几岁的男性，目前病例人数计共有447个。另外，和昨所发布染病日本学生有直接的对象，已经有116个人开始检验病毒了。咱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这件事就是我们有新增一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那这一位是从瓜地马拉返国者哦。那瓜地马拉在中美洲目前已经有14000例600人死亡哦，所以目前他们的疫情是还在上升当中。那这位是第447案哦，是60多岁的男性，那今年4月初赴瓜地马拉从事商务的活动。那目前他的这个有前后2排的旅客，总共10人，就是把原来是居家检疫列为居家隔离哦。那所以日方他们也坦诚，像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可能在当时在采检的时候，可能就不具传染力啊。通常如果这个值若大于32或33的时候，那通常就养不出病毒了哦。那123个密切接触者需要做居家隔离，所以针对123位，从昨天到现在已采检了116位。那另外7位因为还联络不到，我们已经请警政协巡来做这个联络这7位啊，是72啊，就是116减掉44，还有72支的这个检体，预计在晚上6点之前会有检验出来结果。昨疫情指挥中心临时发布讲，一个来台湾读书的日本学生倒转去国内，却验出染着武汉肺炎。但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嘛提醒咱，可见病毒还是有，只不过热天咧探可能较恶。望主管机关一定都要较积极，加增加一寡对象来验病毒。民众嘛是都要注重卫生，嘴也莫挂好掉。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转好，煞伫个5日年假进前，逼出一名伫台湾读册日本籍女学生，伫当日本的时阵被验出武汉肺炎确诊，引起台湾可能出现社区感染的疑虑。国内感染科医师认为，女学生伫台湾停留4个月，一当日本就确诊，证实武汉肺炎病毒伫台湾一直存在。测得到病毒的时候，其实表示你已经在潜伏期的最后一天。或者是已经过潜伏期了。其实这个病毒因为它的高传染性，还有它在环境里面其实可以存活得很久，所以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即使你不太可能用人为的方法，不管你用各种防疫措施，让这个病毒在你的境内完全绝迹。基本上，你到最后还是要靠疫苗。医师表示，这案例是日本官方宣布，有一定的可信度。武汉肺炎甲流感真共款，热天毋是无，而是传染慢，当前病例真少，而且为这个案研看出台湾也受高密度社区感染的风险。防疫单位要搁较积极进行体检，将避免共款的情况搁再度发生。我们社区可能还是有一些片段的传染链在进行那应该是有传染到一些病人，那这些病人不是太轻微，没有去看医生。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做检查，最近检验数目是一直在下降。临床医师只要，比如说心血来潮多做一个检验，有些就抓到一个个案。医师提醒，虽然国内疫情控制了真好，不过年假期间，大家还是需要做好个人的卫生习惯，做好防护。假使安尼放任，小规模群组感染，恐惊依然是无法度避免。记者综合报道。来讲5日这休假头一日自透早开始，高速公路路南就咧塌，国道3号树林3英一过，国道1号机场到新竹这站，还有国道5号石碇往平南遮，拢即甲时速剩120的情形。高速公路局人员嘛提醒讲，赛车出门都要尽量考虑替换别条路径。
五一节连续假期，回乡吹佚佗的人是大爆发，尤其各道路南路段严重塞车。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去高公局视察，强调疏运措施比照农历过年等级，包括夜间免收钱、高升载、10道一控等等，运用所有交通疏导的措施。过去用过有效的疏导措施哦，大概都倾囊而出，充分掌握我们所提供的资讯平台。那能够选择适当的时间，走最好的路线。高速公路局表示，连续假期第一天预估国道交通量128万车公里，差不多平常时1.5倍。其中西部国道部分，国一杨梅新竹路段、国三大溪龙潭路段车流量较大。出现起步情形，另外港澳南港系统到平岭路段共款起步时速比10公里较低，车是用要白顶白动。大概到晚上大概8点以后，整个国五的南下车潮才会逐渐的一个疏解。如果要往国五旅游哈，甚至包括像是一日性的一个旅游活动，我们是建议就是尽量避开今天，或者说改到我们的台2、台9线的一个替代道路来做前往。另外，指挥中心就是公布，一名短期来台湾的日本籍学生，登去日本的时阵验出确诊，台湾好亲像存在社区感染风险。这为国内连续假期吹佚佗大厦无定时的炸弹。林佳龙呼吁大家吹佚佗一定要落实防疫新生活。桃园机场开放转机的第一天，因为只有接受华航、中营加国泰3间航空公司转机，各限制停留时间8点钟以内。林佳龙表示，只要做好动线分流，未来也是会慢慢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所有往花莲的山区改善道路，就是人所讲的疏化改。自早暗就溢出车阵，尤其是所有这头爬起哩，阁有观音崩坑，这拢塌了真严重。公路总局的人员嘛讲，到中昼走疏化改落花莲的车已经超过12000只，公路拍算就要到暝时才会渐渐较人。对于公路总局的监视器，让看到伫咧所谓的疏化改入口路南的车排甲路长，不管警察安怎指挥放行，也是无法度小套。尾啊，总算开起哩疏化改，又搁塌伫咧观音崩坑。我从基隆3点半就出发了，开到这里4个半小时，平均车速国五很慢，国五只有2到40而已。疏化改的话，其中有一段路只有10几。5月做年假第一天，真侪要去花东的民众，就是讲半暝出门较袂趁。不过大家拢安尼想，自透早3点开始，疏化改路南的车流就增加真多，主要拢塌伫咧苏澳到观音崩坑。花莲的南下出来的大概有12000这样的量，这个比平常的7000到8000左右多了蛮多的。那今天早上凌晨开始，等于是往花莲的车流量就是持续不断。公路总局伫咧年假对疏化改提速敢有效？警方讲，也有一寡车速度伫咧速限以下，希望驾驶员注意提升速度的标示。目前148K 处啊，就是河中隧道的部分啊。那速率的部分已经提高到70啊，那最低限速就50公里了啊。那155K 处的人清隧道仍然是保持在50公里啊。公路总局强调，疏化改的车流已经到上百，不过过观音崩坑了，自河边开始车速会较紧，平均的开车时间比正常加速1点钟到2点钟，差不多要到半暝车才会较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波上届新的消息，近来一款手机啊 APP， 咱若传相片起哩，就会使甲咱改头换面，男性甲女性相对换，真侪民众是算甲趣味噶。不过，这款对俄罗斯迄个发表出来的软体，进前就捌互人发觉讲，可能会偷掠使用者的资料，有资讯安全的风险。尤其若试用经过3天了后，就会开始扣钱，这阵也引起袂少纠纷甲争端。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副总统赖清德也个吴怡农，最近的政治人物相片转换性别引起热烈的讨论。这种变面的 APP， 若是让转换性别，进前就因为会当互你变老，伫咧网络上真流行，真侪人拢传家己转换了的相片。不过专家提醒，这款来自俄罗斯的软体有治安的争议，若使用可能会泄露家己的个资。
FaceApp 这个 APP 在去年的时候就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这个各自的警讯，原因在于说俄罗斯政府可以随意的取得俄罗斯公司里面的伺服器跟主机里面的资讯。台北港州林宗南讲，这款便民的 APP 不团讲会存储手机用户的资料。虽然公司有出面澄清，验讲记录也是对的，使用就要注意。另外，因为这种软体，若测用3天了，就会自动继续订，真侪人无注意就被扣钱，引起争议。消保官提醒，在下载之前要注意收费的规定，或者是若不爱用就确实该取消。你如果没有上去按取消订阅的这个按钮，没有去做取消订阅动作的话呢，它试用期满之后，它就会开始扣款，而且它扣款是用年费来计算的。那到时候如果才发现要去申请退款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获得退款。杨丽萍讲，这款软体开发商伫咧海外，若要退费申诉无容易，就算是投诉，也只敢若是软体下载管道，消费的纠纷解决度无悬。所以民众若是感觉好耍趣味时阵，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甲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热天用电较凶，昨台湾电力公司就宣布讲，台中发电厂一组乡土团的2号发电机会阁开落去放。早起卢秀燕市长说讲，迄组发电机的许可证市府早就撤销啊，若开始运转就要罚金200万。不过台电这边是讲市府的裁决，中央已经驳回，即马调度发电机分明都是合法阁合理。台中市环保局副局长亲自带队，24号暗时前往台中火力发电厂来稽查，因为台电伫咧24号宣布，因应热人用电一直创纪录，要重新启动已经停机半年的2号机组，加入供电的行列。但是台中市府认为，2号机组目前属于无许可证的状态，台电已经违反空污法，会来开罚200万。派了环保局到现场去稽查，那有发现。台电已经点火预热，昨天晚上还没有燃煤，但是已经点火预热，所以我们决定裁处依空污法裁处200万元。对台中市政府强硬的态度，台电表示，23号机组废证的裁罚已经去予环保署来撤销。机组嘛已经完成环保改善的工程，互2号机组加入供电的行列，才会使满足用电的需求。中调电启2号机组是合法、合格、嘛合理。一个合法、合格的机组为全民来电，竟然还要遭受惩罚，真是情何以堪？让2号机能够点火运转，加入供电的行列，同时呢，1号机也停机进行检修。台电如此战战兢兢、努力不懈，就是为了让全民来电。为了满足民众稳定供电的需求，去年12月的废止案已经被我们撤销了，所以目前它的一个2号机跟3号机，目前还在展延中。按照法令的规定，展延的时候还可以依照原来的许可继续的操作。环保署也表示，台中市府针对台电开发依法无据，应该以空污法相关的规定继续来审查许可证的电源。唔是乌白用空污法来随便开发，不过台中市府认为环保署无权撤销直辖市政府的行政处分，而且目前台电备载量嘛是将近11%，供电属于绿灯的等级，根本就无需要登记2号机组。如果台电这笔并联发电，将会依法来处理。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考试院甲监察院到底要闹还是要废？早起立法院蔡其昌副院长表示讲，眼前宪法的制度规定，监察委员同款就要提名。不过伊听到国民党竟然嘛咧话讲5权宪法要改，无非是有咧转变的。台湾民众党这边是讲，会照国民党同齐提案，赶紧来处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的内容，阁有落去成立修宪委员会。总统府顶地提名监察委员名单爆发人事争议。监察院、考试院准会争议过去，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25上公布，讲到监察院人事争议，强调即马宪政体制也是爱依法提监察委员、行使监察权。不过，毕竟国民党画出废5权宪法，看会出国民党有咧转变。
朝野赶快有共识，然后把考监两院废掉。国民党2张很重要2张神主牌，一张叫92公式嘛，对，一张就是五权分立、五权宪法嘛。所以如果这2张神主牌，国民党2张都要废掉，其实我蛮高兴的，不是那种政党竞争的高兴，而是觉得国民党其实真的在转变了。后礼拜2、9，立法院将举行谈会会，协商临时会开会事宜。民众党团但出南北合作，将伫田香港国民生会考监等临时会议案达成共识，共同提案。民众党执期，长期以来考监2院的专业形象甲人选真受质疑，考监2院的环节已经无法度取得民众的信任。我也有跟林维洲总召谈到，是吧？如果他们要提案，那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几个法条跟我们的像修宪委员会的部分都可以列入？大家对于废考监其实也有共识。就是民进党如果要废考监，那就不应该提原始案了。那我们认为民进党其实是打假球的。他如果真的要废考监，他现在完全执政，他透过这些就可以达到效果了。民众党甲国民党表示，针对港澳条例18条修正案，甲调组修宪委员会有共识。会伫临时会共同提案，另外修宪案将优先处理下修公民权到18岁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几站中国方面的消息。这几日美国军方表示有掌握到中国的畅水艦不时伫咧日本南平、甲台湾西南平这海面稳起稳落，甚至当阁有消息讲美国要和日本敲切，安排核子飞弹放点住在沖縄湾的美军军事基地。结果中国国防部当就先跳起来，讲这款作为就是美国咧起诉，因绝对袂阁等点点。美中关系继续紧张，中国舰舰近期分别出现伫日本南方的奄美大岛海峡，以及台湾西南甲南方海峡。美军积极掌握中国舰舰的动态，针对攻击直直扰台。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表示，美军加强威慑力是相对印太盟友的约束。25点报，美军 RC-135侦察机对日本 Okinawa 美军基地飞起巴士海峡。同时，中国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平台也压出。美军 P-8A 侦察机和 RC-135侦察机嘛，伫南海进行侦察的活动。美国的做法就是，它也同时有比较高频率的一些台海周遭的一些它的一些军方的一些活动啦啊，包括它各式各样的军机。美国自从退出美俄中程核飞弹的条约，传出有意和日本协商，伫驻美美军基地部署中程的核飞弹。学者分析，美军若是选Okinawa部署飞弹，甲炮火向准中国的意思是真高。不过，评估美国、日本讨论这部署飞弹，顾到政治的因素，一阵还阁伤早。消息传到中国，解放军气不噗，批评讲，若伫咧中国的门口惹事，绝对袂放咧唔管。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如果美方执意部署，就是在中国家门口挑衅，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反制。解放军8月要伫南海进行大规模军演，美方谨慎应对，毋若出动2架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甲“尼米兹号”，伫菲律宾海进行双航舰的联合操练。23也伫南海派近华战斗舰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军演，展现美国、日本联手反制中国的意思。两个国家的军方的互动本来就非常的频繁，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个规模来说，我觉得还好，所以也不见得说是因为目前发生的是什么样的时事，而特别在短期之内决定要举行这样的一个两国之间的演训。中国智库指出，美军伫亚太地区的部署程度是以前无的，中美双方会当讲拢无沟通的管道，发生军事开火的可能性嘛比以前较悬。记者综合报道。6月15，中国和印度各界发生军事冲突，死伤数十个兵马。买手两国的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有通电话，边关现场的军事长官嘛悄切讲，个人的部队拢要撤走。谁知影到较昨，中国外交部甲解放军两边煞阁开声，批评讲这回的冲突责任完全是印度爱担当。中国甲印度日举行第2轮军长级会议了，印度媒体指出，中印双方达成共识，会撤离消除的武装部队。
正当外界就是讲，这场冲突就要结束啊！无想到讲，印度陆军参谋长到冲突的前线慰问边境部队，一个办将互甲中国军人冲突的士兵，和中国官员各在出面指控印度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责任完全不在中方。我们之所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因为印度外交部包括印度媒体大量的披露了不实的、虚假的信息。中国外交部24日提出印军非法越过实际控制线顶3大罪状。中国解放军也自头国家中国版本的冲突环境各讲一遍，叫印度爱负全部的责任。此次事件完全是由于印方违背共识、单方面挑衅造成的。完全是在双方认可的实控线中方一侧发生的，责任完全在印方。中国甲印度为了要解决5月开始的新一批边境部队对立，6月初6举行两国边境部队的军长级会议，同意要缓和局势。15暗就发生几落10人死伤的暴力冲突。到昨晚，冲突事件看起来降温，因果伫咧国内反中情绪的升悬，传讲印度可能会用经贸手段反制中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战争，顶礼拜北韩出手，将南北韩联络办公室规栋崩掉了后，英国内媒体昨是报道讲，领袖金正恩已经伫咧军事会议内底下令，对南韩的军事行动拢着爱成重点。啊，不过南韩这边也有警戒，中央官员出面表示讲，北韩的用意还佫抓袂准，因会继续斟酌注目对方的动向变化。北韩官方媒体24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3透过视讯主持劳动党中央军委预备会议，宣布暂停对南韩的军事行动计划。针对这点，南韩24表示，这是金正恩头一届主持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也无法度研判伊真正的意图，会密切关心北韩动态。중앙당 중앙군사위원회 예비회의라는 것이 과거에 보도된 적이 없기 때문에 매우 이례적으로 보고 저희들도 예의주시하고 있다고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外界原本按算讲，23个会议会宣布对南韩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方向。不过金正恩所宣布暂时冻点，若是对南韩的军事行动有通过，按算北韩会恢复实弹火炮射击的军演。或者是发动军舰驶过海的分界等等起事的行为，因若即届引起两边严重对立的原因，真有可能是因宣传的行为。南韩24嘛强调讲，两边拢爱遵守协议，首年政府会严格禁止脱北者的团体，搁互反北韩的宣传背过。 접경 지역 주민의 안전을 위협하는 행위에 대해서는 앞으로도 단호하고 엄정하게 대처해 나갈 방침임을 다시 한번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朝鲜半岛的局势，过去3礼拜，因为南韩脱北者的团体违反2018年两韩领导人的板门店宣言，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甲第一夫人李雪主组屋的宣传单飞过北韩。秘书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16下令，甲两韩伫咧开城工业区的联络办公室炸毁，而且佫讲会伫咧两韩非军事区部署军队，而且北韩嘛开始空票甲南韩总统文在寅组屋的宣传单。 这礼拜，搁伫咧两韩的边界重新安20个用来新建化为的广播器。不过，伫咧金正恩下令暂停对南韩军事计划了后，北韩24嘛甲其中10个广播器拆掉。这敢是咧暗示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短势的转机，也是未来会有搁较侪风波，也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这回武汉肺炎传染症刚摊开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王志宏教授，特别点伫咧国际出名医学期刊发表文章，俄罗台湾抵挡病症的表现。但王教授嘛接受咱公司台台访问，指出讲台湾在把握疾病的时机，将医疗产业杀对国际入去。咱当着赶紧来看今日的新闻专题：后疫情新台湾。 疫情串烧全球病例超过900万，台湾的疫情已经稳定，开始解封了后的防疫新生活。要写论文来肯定台湾科技防疫的斯坦福大学副教授王志宏指出，台湾对疫情的控制超过伊原本的期待。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其实在控制疫情是相对的困难。
然后还可以跟人民有效的沟通，这个让台湾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SARS 的痛，互台湾社会学着防疫就是作战。虽然防护衣顶顶，唔但家己有够用，阁会当支援外国，嘛互世界看到台湾制造业快速动员的实力。连白宫的官员都是戴 Made in Taiwan 的口罩，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大家现在相信台湾做的一些产品，接下来如果要继续维持这个台湾的品牌的话 ，product 跟 service 要结合。这个才可以维持这个医疗的这个品牌。王志宏指出，台湾在防疫警备顶悬比各国加出半年的时间。因为现在就是像龟兔赛跑，现在忽然这个疫情把这个兔子呢先勒在一边，所以呢乌龟，我们台湾虽然小，但是呢我们很勤劳，可以提早达到终点站。这个6个月要好好的利用。王志宏认为，现阶段台湾充满机会，台湾的市场敢若占1%，要为制造医材更进一步发展规套稳固医疗的解决方案，有策略的去占全球其他99%的市场。传统的医材变成 IoT， 然后变成 AIoT。无接触的经济就是讲，你可能你厝里可能有一寡设备，会当帮你，比如讲量血啊、量心跳啊，送去给医生。各国对防疫系统的需求未输是火烧白白，也毋过对治安问题嘛真有顾虑。王志宏分析，会当用台湾的经验发展一套整合性的解决方案，让使用者会当控制资料的传播。那当你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solution 的话，因为台湾现在是整体防疫系统都做出来了，可不可以适用在其他国家？这个还是个问号。王志宏认为，台湾的医疗产业爱做国家队，并且和国际大厂结盟。伊建议政府应该发动整合资源、改良法规，带产业来拍国际比赛，掌握后疫情的新机会。记者尤伟珍、张玉水台北报道。讲到产业的进展，早起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当日咧举办创业家名的展览会。面对武汉肺炎的灾厄，当地业者设计出一款过滤空气的片塔啊，宣传讲连喙烟都免挂。啊，嘛有餐饮业来遮发表免人服务的卤味档，点菜算小拢免惊会烧胃病症。当然，经济部新上任的王美花部长嘛亲身行脚到，欢喜来看展览开眼界。单位头前未少人拢在问家庭的代志。进入后疫情时代，有产业者脑筋动了真紧，为选卤味食材牌啊，到算小唔免1分钟的时间，也减少人群接触的风险，成功稳住疫情冲击之下业绩。不像以前食材是摆在冰箱上面啦，然后你要拿夹子，那个冰箱开关，那其实人都会讲话都有一些喷墨嘛，那喷墨其实很可能细菌啊一些滋生的东西就会附着在食物上面。今麦出门挂喙安已经加做生活常态，啊，不过天气稍热，挂久也是感觉真无爽快。有业者打造稳形的片搭，只要将液体离心放在片孔内底，等防止空气当中的污染加贵宾源。它是完全气密，所有的空气一定会经过滤芯才会到达你的身体里面去。第二个特色是它的滤芯是立体化的，所以我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最大的过滤面积，因此呢，呼吸阻力呢可以大幅的下降。并定兴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支持业者，表示家己要订餐厅拢订无，因感受到台湾经济慢慢好起来。对7月15特别推出的定型券，王美花也落建各县市增加优惠。台北市就用的啦吼，每一个都不要，也不要用数位，也不要领券什么，就来用我台北的悠游卡、爱心卡，对不对？好，那这个广告都把我们打倒了，这样新北加油一下。主办单位表示，多是毕业季节加上无薪假人数增加，所以这一摆展览来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4000人，比以前成长20%以上。疫情虽然是打乱市场，不过也创造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是讲武汉肺炎影响经济比较具体所按算的，可能也是会较严重。由世界198国所组织起来国际货币基金 IMF， 即阵甲今年度全球经济成长率 GDP 预测的数字，按4月咧了倒落3%，增加起来到倒落4.9%。主要的大国内底，敢若中国的经济今年也有机会可能会正面成长。
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 IMF 利时下修2020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为4月的-3%下修到4.9%。The COVID-19 pandemic pushed economies into a great lockdown that saved lives, but also triggered the worst recessio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IMF 表示，美国2020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为4月-5.9%下修到-8%，欧元区为原先的-7.5%大大下修到-10.2%。中国是唯一呈现正成长的国家，不过也为4月1.2%下修到1%。虽然有超过75%的国家已经重新开放，不过真侪新兴市场甲开发中的国家疫情犹原继续严重。Several countries have started to recover. However, in the absence of a medical solution, the strength of this recovery is highly uncertain, and the impact across sectors and countries highly uneven. 另外一方面，美国新冠病毒病例增加，23通报新增近34800件的确诊。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24创下近2礼拜单日上大波幅。像其中道琼工业指数就落跌710.16点，也是2.72%，以25,445.94点作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伫咧过5日节，都爱食粽，白龙船的嘛袂少。今年度文化总会，佮甲逐英年点总统府举办徛两个活动，改做徛西瓜。但嘛吸引真侪民众戴帽啊、挂乌人的目镜，欢喜烧酒来甲骑得甲咱大道头前参加徛西瓜求平安。一起绿西瓜耶！没有参加过啊。师大附中管乐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对，一起看看一起来找。就是戴帽子、太阳眼镜，然后跟防晒。镜头中，简单看到讲，虽然天气真热，毋过来参加徛西瓜的民众也是袂少，众人嘛拢有保持社交的距离。这片的活动拢总有徛999粒对屏东加东载来的大粒西瓜，一来表示谢天谢地谢平安，二来嘛是希望台湾从此会当好运999。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5日节爱食粽，不过咱嘛知，冬天时嘛真侪人咧食粽，尤其是冬天时乌寒霜冻，咱半暝半听到外口有人咧发讲烧肉粽，这过去一条足好听的台湾歌。不过歌词内底，伊内涵会当看出台湾演过坎坷的历史。咱来看头一拍的歌词，见面讲自卑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互我读书几落冬。出业头路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要做生意真困难，若无本钱做袂动，不正行为是毋通，所以暂时做这款，但着认真卖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这条歌咱大家拢知影，是咱宝岛歌音的歌王郭金发的成名曲。实在讲，郭金发老师一生。收尾嘛是台顶唱烧肉粽来离开去，不过郭金发迄当阵唱烧肉粽是遭遇到真侪阻挡哦。这条歌作词作曲是张区东祥先生，写出来的时代拄好是228事件发生，经过无几冬。上早讲这个歌词讲自卑自叹歹命人，煞去互政府禁唱。尾啊，1980年郭金发老师伫咧香城唱片出版烧肉粽。重新灌录这条歌的时阵，伊也甲歌词改过。伊讲头一句吼，无咱莫唱自卑自叹歹命人，较袂互人禁啦。所以你即摆来去听，迄版的歌曲，郭金发老师甲改做讲想起细汉真活动，父母本来真疼痛。啊，歌词讲互我读书几落冬，出业头路无半项。这是日本的汉字，出业本来写平啊做啊迄个做，毋过即摆字典写出业，就是讲毕业的意思。要做生意真困难，虽然社会兵荒马乱，不过台湾人讲起来对家己的囝儿的教育，歌词嘛是甲咱教讲，不正行为是毋通做迄款非非三做的代志，所以暂时做这款。是讲迄个时代发表的歌词内底有唱什么款台湾历史变化的内容呢？过来听第3拍的歌词，物件一日一日贵，厝内头喙遮大堆，双脚行甲要褪腿，拄着无少上乞开。认真再卖烧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要做大来毋敢忙，要做小来又无空。囝
见深风冷骹手冻，啥人在阮会苦痛？环境逼阮卖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是啦，歌词内底写讲，物件一日一日贵。正国情头拄仔所讲，这条歌发表就是228事件经过无几冬的时间。你来看台湾历史的教授李孝峰教授伫咧研究，对中建历史世界大战结束来到228事件，冬外中间。台北市小卖米价碰涨400倍，就是讲本来10块一斤米，即马就要4000块才有才条买一斤米，毋则造成落尾4万换1块的情形。对，这条卖肉粽，即马咱拢讲做烧肉粽，毋过原底张区东雄先生所创作的时阵，歌名是号做卖肉粽，这正是唱出手面趁食艰苦人的心声。这嘛是台湾歌谣的传统，无论烧肉粽。无论卖肉粽这条歌，还是讲收酒干，还是讲唱花嫂，还是讲爱拼才赢，拢是咧鼓励艰苦人、手面趁食的人，都要认真向前行。只要拍拼，天地一定有公道。当然嘛，着做嘛着休。今日早起，估计就有上万人一直去小琉球要游览。台东趟小琉球的船帮嘛，拢有真济，伫咧甲旅客一直磅体温，要求着爱挂喙暗的安排。另外高雄热门的风景地区嘛，有些酒精的洗手机，佮有试食的食品，拢有过包装过，众人拢尽量要做甲地动传染症完全无空拍。一大堆人排了一日搁一日，规个拢是要坐船来甲小琉球的游客。5日节放假第一天，就一大堆人要出来耍，毋过机关署才拄仔公布，有日本的女学生伫个下港染到武汉肺炎，即届出来佚佗的人遮济，敢会造成疫情扩散，游客想法拢无同。没有想过，觉得好像台湾做得很好，没有担心。新冠肺炎，你们会不会担心呢？好担心哦，对，要担心哦。对啊，所以有戴口罩。会当看到排队在等上船的时阵，真侪人拢无挂喙安，嘛无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规个放轻松。毋过上船了后，就是密闭的空间，船公司唔敢大意，要求游客要上船一定要把喙安挂起来。我们船都有定期在消毒。那第二个，我们登船的旅客一定要戴口罩，大家还是禁止饮食的。船公司估计，一个下晡至少有上万的游客来到小琉球，要分散人流，恐惊也是一个考验。另外，伫高雄江澳区虽然无强制爱挂喙安，毋过有实施人流管制。我们目前人流管制的话，在停车场只要是70%满，我们就会封闭。那馆内的话也会维持距离1.5公尺，那在地上也都会有一些距离的标示。连假第一天，就一大堆人出来佚佗，往垦丁的道路嘛是塞车。毋过目前这个染到武汉肺炎的人去过地拢无公布，民众出游也是爱挂喙安，常常洗手防疫爱落实。记者陈以莹、陈兴坤综合报道。咱搁来看嘉义县布袋船只行海面的蓝色公路，今日就开始来真济要去外岛旅游的民众。按算这2日有30几帮船的过澎湖。因为昨临时逼出日本学生染病案件，现场船务管理的人员嘛表示讲，虽然欢迎旅客来佚佗的行程会照行，不过卫生问题确实也着要加强加注重。布袋上港的人是摆甲叉，拢是准备要坐船去澎湖。根据布袋管理处的统计，今仔日20个航班就载7200多人出去，明仔载还有4000多人。因为疫情有新的发展，所以嘛加强防疫的管理。那个温度过高的话，我们会在一个防疫的休息区，先请他在那边休息，耳温枪再量一次。如果他的体温过高的话，超过38度，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的防疫机制。目前的话，其实多少还是会害怕，但是我觉得民众还是把自身的防疫措施做好，就是口罩戴好，就是戴口罩啊，多消毒啊，对啊，多消毒，不要让自己保护自己啊。除了嘉义县布袋，台东今仔日嘛有真侪要去绿岛也是南势的旅客，海巡人员是表示讲，今仔日有18个船班，差不多是5000多人。从台东到绿岛的船班就多达18班之多。那预估啊，如果每艘船都客满的话，上岛人数预估会在5000人左右。那兰屿的话也有4班船过去兰屿。连续假期进前，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有一个伫南部读册的日本学生，可能伫台湾患着武汉肺炎。虽然无法度改变民众出游的行程，不过相关的单位也是落实防疫的措施，希望卖伫连续假期的这4天有防疫的空窗。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佚佗，屏东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内底，近来一只看起来含徛鹅要讲的鸟只，真受人欢迎。原来这就是按北极引进来的红头海洋鸽。尤其这阵啊，本地规身躯拢乌深深的海洋鸽的鸟工，为着要找伴，开始发金黄色的毛出来，这嘛引起真侪做人爸母的专工带囡仔欢喜来遮欣赏。身躯穿乌色的大袖，一条巴肚圆练练，伫水里游咧游咧，看起来实在真古锥。这做和大家所捌的徛鹅真相像，不过这是原地住伫北极的红头海洋鸽。红头海鹦鹉，它是一种生活在水里面的鸟类。那它在演化的时候，因为骨骼，它的食物的来源都在水里，所以它们的骨骼都是从空心骨转为实心骨，所以它们现在是一种不会飞的鸟。红头海洋鸽拄孵出来时，规只乌蛇蛇。那大到通生团的时，港的海洋鸽目睭顶悬遐着会发金黄色的羽毛，去因某的含伊拍种。啊，这款野外罕见的动物，也吸引真侪大人，特别带囡仔来看伊可爱的模样。它的身体会比较重，差不多有600cc 的那种矿泉水装满水的重量，因为它要下去抓鱼，抓小鱼吃，但是它不能吃大，它不能抓大鱼，很多我们外面看不到的，所以说来到海参馆。屏东海参馆为着让红头海洋鸽安心生团，专模拟自然环境，让因好徛起和补能。如果它们上来陆地上产卵的时候，就必须住在比较高的地方，那利用俯冲的力量冲入水中来抓取这些小鱼。海参馆表示，红头海洋鸽真有创水味，看起来戆呆戆呆，受到真侪人喜爱。因也希望透过馆内展示动物的机会，会当把海洋保育的理念推广出去。记者报道。啊，这回传染症嘛，大大影响兰花的饲草。当种花者的农民嘛，开始配合农粮署的安排，含一寡饭店、休闲农场互相合作，替人用花蕊布置活动的会场。另外，因阁新设计出细盆的花材，甲有路雅气的礼盒，网工店伫咧国内，甲美丽兰花拍出更较开阔的新生路。一箱一箱的蝴蝶兰已经装好势，准备要重新销去国外。受疫情影响，兰花已经有几啊个月无外销。兰花农是落价卖花，销头库存，也望进行海外市场。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我也不赚钱的方式。我们希望把这个供应链给恢复起来。那客人大部分其实都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也会感谢说，台湾愿意有这种共体时间的这个想法。台湾一年生产1亿1000万株的蝴蝶兰，其中差不多600万株拢是内销。疫情这段期间，花农为着刺激国内市场，除了做各种有路的兰花礼盒，也配合农粮署的计划，和饭店甲休闲农场合作，接兰花布置的噱头来做。这阵合作的饭店就超过200间。让这些旅馆变成我们未来的潜在的一个使用者，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文心兰透过一个外销等级的这样子的保鲜处理，可以的使用效期有那么好。为着拓展兰花的通路，花农改变过去用兰花做送礼的高级品，即阵也伫咧国内撒小型的兰花栽，加适用互人看水的装塔艺术品，希望满足消费者无同的需求，增加国内市场。毋望兰花的饲草早日开出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来，各观众朋友报告讲，台中武陵农场对面的山头，昨下晡开始火烧，范围已经焚化到将近2架栋。空勤总队嘛派出2只直升机到储水拍火，啊，不过火势较大，是还未控制落来。看山头呛出一阵一阵的烟雾，火势探开已经烧起要2架栋。台中地马武左野群这座山的范围内，昨下晡4点外开始火烧。民众嘛赶紧通报消防单位，不过因为日头落山，视线翻歹，要拍火真为难。到今仔日透早5点外，空勤总队也出动1只直升机到处水。9点迄旁，第2只直升机阁飞上山，总是到呾树林内火势拢还未收煞。咱搁来关心教育的消息。去年国立阳明大学和交通大学两边，个人拢已经开会通过要合起来做一间大学。啊，6月24、9半审查完成，等待行政院定案了后，就会开始遴选新学校头一任的校长。目标是希望明年2月初1，2间学校就会当正式合出一间咯。国立阳明大学加交通大学拍算合并成这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教育部总算伫咧今年6月24通过合校计划报车行政院动议。目标是8月1号，但是因为可能 COVID-19 的关系有一些延迟，合校的目标日推延到110年的2月1日。校务的推动，还有我们整个的课程，经过了很多的合校工作委员会逐步的在进行，那也有一些成果展现。两间学校分别是伫去年9月校部会议通过合校案，也向教育部送合校计划书。今年2月，教育部开审议会原这项动议，也提出修正意见。学校伫咧4月校部会议了，搁再补件。第5届合校工作委员会决议，甲学校的目标定伫咧明年2月，也就是希望伫109学年的第2学期完成。教育部伫咧6月通过。等行政院正式核定之后，然后再由教育部来启动校长遴选，选出新校长之后才会正式挂牌。我们这边有台北荣总、星光啊、和信，在合校之后有一个目标，智慧健康医疗大楼新建馆舍的这个部分，朝这个公共建设预算来争取。教育部指出，两间学校合并了，会有17000多名学生，学校会当帮助资源的整合，并且提升竞争力。因若是基本设施补助的4亿，会伫咧行政院动议了分年系列。合并了的阳明校区的新区智慧健康大楼，抑个动物中心等设施，需要26亿的经费。教育部支持学校以公共建设预算来办理。这么就等待行政院决定启动第一届校长的遴选，行最后一里路。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肝病权威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定信教授，6月24因为腰鞘的癌症来过往，今年才到76岁。陈教授是头一个专家研究出会引起台湾人肝炎、肝硬化、肝癌，主要的原因就是乙型肝炎的病毒。伊阁推动红婴仔全面性拢爱注乙型肝炎的预防针，总是种种的贡献，实在互人真怀念。总统撰文亲信颁一等景星勋章，予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定信，表彰伊一世人致力研究对抗肝炎。陈定信为台大病院主治医师开始，就走上肝病研究之路。上早，伊证实台湾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凶手就是B型肝炎病毒，佮推动新生儿专门做鼻肝的预防针，互鼻肝的根治看到希望。那现在药物都是只有抑制它的复制里面的某一个程序，没有办法把那原来那个复制的那个模板去掉。所以有效，但是一旦没有给他吃这个药的话，他马上又回来。陈定信是非博士出身的国立台大医学院院长，也是上少年的中兴院第19届生命科学组院士，一世人当中得到未少国际肯定。佮伫2005年获选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伊早年对宋穗楼教授培养未少人才，未少学生拢对伊斗阵做肝病研究。在肝病的研究上，它当然提供很多重要的方向，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努力的这个地方。然后这40年来，我们在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这个研究，我都是追随这个陈教授的脚步，在做。是台湾第一个做国际肝病医学会长的陈定信，坚持学生的学术研究爱用英文报告，这方便甲国际记者不只伫台湾，而且伊爱将台湾肝病研究成果甲国际交流。陈定信对肝病研究的坚持甲成就，也可以被叫做台湾肝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世界真心色的代志，台南市两家文兴店，即阵甲民间娱乐咧存两个机台搬入来庙内，佫设计作观光的形体，咱就若添油香，就当存一摆两，摕到庙方的纪念品，有影是真奇卡。这只粉红仔面手提大刀的红仔，看起来和关公的神尊佫真像。伊就放伫咧台南市灵甲区的文兴店门口，民众只要添200块的油香，就会使存一摆。存落去了后，这机台就落一粒塑胶囊出来，凭内底的纸条啊，就会使摕到一份文兴店的纪念物。这边的市值都会超过这200块。那我们会最大奖，我们会有纪念酒。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小公仔、存钱筒啊、毛巾啊，什么我们都有。和一般用茶或者是用铁做的油香桶无同，这台添油香的机台，唔但设计做观光的形体，佫会使互人存量，体验这种时间的趣味性。刘峰讲，这台机啊，这阵也真做是文兴店的招牌。那个公仔是原本在前年建教的时候出来的，那因为这几年扭蛋机很发达，所以我们希望说跟小朋友有一点接触，我们才把它改装成扭蛋机的。其实文兴店的创意唔单单是有这台存量的机器，今日去标的电影内底 Marvel 复仇者联名的大神翁啊，一身一身就踩伫咧新尊的边啊。刘峰希望对时代脚步和宗教文化会使变加真有变化，也真奇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6月23，中国伫咧四川西昌发射一个卫星，将因家己国家对公元2000年开始建设全世界卫星定位的系统发到甲拢总交装了。这嘛是排伫咧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后壁第4组全球性的卫星系统。专家分析讲，中国从此会当渐渐脱离开对美国 GPS 卫星的依赖性。中国23伫咧四川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北斗3号最后一粒造梦卫星，宣告整个北斗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部署的工课比原本拍算的还阁提早半年完成。当这粒卫星伫咧24透早头一届成功换轨道，各项指标和参数拢正常。从目前各项数据来看，卫星工况正常，运行平稳。后续呢，我们将继续做好卫星早期轨道段的测控工作。这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计划对1994年开始部署，北斗1号系统伫咧2000年完成，替中国提供导航的服务。北斗2号伫咧2012年完成，定位的范围扩及亚太地区。即阵北斗3号最后一粒卫星升去天顶，整个系统的部署工课已经完成，但这次和调整了后，就会使提供全世界定位的服务。将这是美国 GPS、欧洲伽利略、俄罗斯格洛纳斯以外第4个全世界的定位系统。北斗卫星主要的零件全部拢是由中国制造，未来除了会继续提供传统定位的导航服务，也阁会使播送卫星伫咧行的路线相关的资讯，提升导航系统的精准度。这座北斗系统建立完成，也阁有一个真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有真侪武器型的装备，即阵所咧行的路线，拢必须爱靠卫星来定位。专家定分析，未来这座系统会使予中国免遐尔挂靠美国的 GPS， 特别是伫咧军事方面。讲这个时阵，也会使予中国的技术伫咧全世界发挥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 GPS， 就想到赛车。美国各地头渐渐解除封锁令了后，嘛开始咧实行赛路影车去野外过暝生活，甚至有一款类似套房同款的路影车，驶出门就当免号饭店，直接欢喜度假。这嘛是传染症经过了后上界新招牌生活娱乐。停车场停真侪大大小小路影车，展示中心也阁不时有消费者要来看车。美国各州怎么开始解除居家限制？民众怎么要出去耍？真侪人是开露营车。 So you could take an RV, go away with your family, and stay out in a campground or in the woods and be by yourself. And so now the RV industry is on fire because everybody stayed at home 60 to 90 days. They're tired and they want to get away and they can't stay in a hotel room. 接待中心内面有各种的露营车，互人去看甲目睭花。有的是简单的露营设备，也有袂输敢若是小套房或者是2房1厅的设施，互消费者无论是出去度假，也是出门去老老实实的拢会用的。上重要是，可袂接触到其他人，降低感染风险，也真做后疫情时代新生活模式。If I have it, I don't want to give it to anybody, and then I don't want anybody to give it to me. So the distance thing is really a smart idea. 业者讲，自5月初重新营业了，业者甲去年同期比是直接并倍。也有真侪消费者是第一遍接触露营车，真正看好这个市场。因过受到疫情影响，露营车的零件欠，生产线也拢停落，市面上无新的露营车，所以卖车市场有限有限。因过真侪无打算要买车的消费者，就去会当说露营车的营地度假。You know, we've always looked at ourselves in the camping industry as the original social distancing.
And a lot of our new customers are telling us just that. We've seen a significant spike in reservations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camping year this year. As people are released from shelter in place and starting to move around the country a little bit. 本来就真介意户外露营的民众讲，露营车只是底站真做大家避难防疫的选项之一。若是流行一体，露营车又会变少。记者综合报道。那么，当再来关心各地头天气的变化。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5度。金马、澎湖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好日好时，祝福你平安顺遂，明仔载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要来讲甲医疗有关系的题目，嘛是咱台湾一种真特殊的文化。卖药啊，卖药啊，汉字写作卖药啊，罗马字写作买的卖，一二药啊，卖第7条，药第8条啊。第2条，讲到卖药啊，伫台湾已经有真久的历史。日本时代迄阵，无像即马吼生活遮利便，四界拢有医生馆。民众若破病要互医生看，也是要买药啊食，拢真无利便。头壳好的药厂，因着请训练过的推销员，甲处理较接用到的药啊，缀伫药落啊，放伫人家厝内。人工才来收药仔钱，补药啊，安尼互人利便。这款卖药的步数号做假药包，卖药啊叫做变药啊。搁一款卖药的步数是甲药啊用车载来庙埕卖哩，先请人唱歌、靠人客，才开始卖药啊。来，紧看慢来减看一半吼，看阮一行数十名来到贵宝地大庙埕。大庙埕，唔是要甲恁拼输赢，嘛唔是要甲恁讲亲情，就好康的要报互恁知影。打是啥？无别项，就是这款爽歪歪地听单。这就是世界走江湖的卖药团，卖嘛是变药啊。这种文化发展到尾啊，药厂归去甲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合作，伫节目内底卖药啊，正做今卖的卖药啊文化。俗语讲，请鬼拆药单，是咧讲人拄着紧急的代志时，心肝头乱糟糟，找唔到人来处理，意思代志袂相煞，形容人自找死路的意思。才有一句粤客家话讲，请鬼拆药单，阮死。例卖药啊，医生馆假药包，变药啊，
请鬼拆药单，温死的。落尾甲大家提醒，咱若破病就要去互医生看，唔通家己买药啊黑白食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